今仔日有加班到差不多9点才下班，毋过就无亲像以早前，就是有即种压力，就是即马就是讲加减做，较袂伤赶，而且有感觉家己的价值，就是我加做，就若亲像团队安尼，甲问题解决，互即个公司的产品会当较紧完成。就是即摆的心态较袂亲像以早，做想要讲，我做遐济，敢有人看着？我有一个旧同事，伊就定定安尼伫遐算，伫遐叠算盘。伊就讲伊做这上辛苦，伊做这上辛苦，负担上重。啊，有人安尼做甲足辛苦的，伊就会去比较，去遐算。尾仔伊就想讲，我做遐济，嘛无亲像别人讲，跳升起来，佫无互人看中。尾仔当然伊就是死头路。安尼我即摆就是，有豆豆仔甲伊，即个即个说法即种想法就变做讲一条筋敢若有即种理路尔。亲像讲，我嘛有加减去学台语啊，重点是学台语，若学着就真欢喜，就变做讲，最近我拢想起以早以早我就是想要表现做拼势。亲像讲转来厝里，就想讲我阁要去上一个版本，互大家紧去试看觅。做甲足济啊，头壳内底拢是公司的代志，毋过咧，就是无人欣赏，别人嘛想讲你安尼做毋是因要得的。尾仔当然拢是牵心别人。毋过即摆我袂想讲足毋值的拄着迄无目睭的人，做吐巴的人。其实即摆就会知影讲，其实咱若有敢若有一个步调一个标准，就变做会较艰苦，因为逐家拢做共款的物件，即个位其实拢较少，因为逐家相齐抢。安尼抢着的人，伊嘛会惊，嘛会惊讲我即摆表现无法度做家己，就讲我即摆安怎做较会当维持我即个位，较袂互人加讲话。就算做甲副总，伊的压力嘛是真大。今仔日我伫加班，就听着有一个副总，伊就去问讲哪有人去投啦去因为阮公司有一个会当逐个拢会当写意见，一个做外劳工读生就读册囡仔，然后伫阮公司去做算点钟的。伊嘛伫斗讲为安怎伊无奖金安怎讲安怎。当然伊的顶司就讲伊安怎讲伊家己讲足歹听，毋过逐个拢会紧张，讲这会互人误会。所以讲若讲真正坐着即个位嘛袂安稳，你嘛不时就想讲，我既然做一个顶司，做一个做一个官，我即马讲的话我的形象敢有符合？会失去家己？对啊，你会惊遐。若我是一个想要做我互人牵心的人，我犹原嘛是跳说吧因为我嘛会想讲，我安尼做敢有人看着？敢有人会欣赏？我即马就是想较开。若以早就会想讲，这以早有即个不好的经验，做甲流汗，互人嫌甲流烂。
即马就是欢喜做啦，就是讲做这有成就感，嘛毋免伤赶紧、伤紧张，就是有做有成就，安尼就好啊。就是为着家己诶心情，起毛一来做，都袂亲像以早想讲，某物人敢有看着，毋免安尼。有诶人去坐着即个位，伊就变讲爱牺牲原来家己爱不时安尼足谨慎、足紧张。上冤枉诶，就是亲像讲，足想要互人牵绳，尾仔嘛无互人牵绳，毋过佫过即种生活，就是不时就伫想讲有人伫看无，有人安怎甲我想，拢毋免安尼。看较开，若是一条路。毋是讲逐家敢若有一条路通好行，因为早前逐家拢理所当然，就是做工课做久就较资深，资深若表现好，就互顶司升起来，安尼就食头路就较稳定。这拢是咱自来诶理念。毋过我想讲，真正爱改变啦，就是讲做这当然领袂记，而且家己讲我做即个物件有互人需要，大家斗阵去做一项代志。我做代志，毋是为着讲互啥物人看着，敢会甲我牵绳。若安尼就是伤过头，伤过可怜。亲像讲，若伫学校看囡仔伊就无好好去上课，无好好创啥。伊若讲头壳内底拢想讲，今仔日我有做功课，老师敢有看着？今仔日我考甲袂歹，有进步，老师敢有看着？我拄则有举手我拄则足认真伫遐听课，老师敢有看着？就是诚做安尼囡仔，安尼其实伫老师诶心目，老师应该就是讲，看着即种学生嘛是想讲嘛毋免安尼，因为伊嘛是做伊诶工课尔，伊嘛毋是讲为着要像上帝安尼，咱可能互洗脑去，讲即个世界宇宙有一个白丝仔上帝目睭，你若做认真，人拢会看会着。毋过奇怪，敢无人看着，就会做望讲，我即马做这有人看着。所以讲，我以早经验就是，迄个旧顶师我想讲，我做甲遐拼势，拢无甲我牵绳，若无欣赏，而且对我诶印象变甲足歹足歹诶。当然我真怨叹。毋过即马想诶，就是讲，加载有即种经验，有即种经验，我就会知影讲，其实毋免讲一直爱行即条路。若讲我无即种才调，当然有人是有即个才调，伊拄仔好伊诶表现，就是拄仔好拢是做顶司诶人会喜伊诶。我若无即个才调，就亲像讲，我若对时大，定定无法度讲，看着啥物话拢讲会出来，毋知影要讲啥。我毋免去勉强讲，家己搁去做啥物公关去做业务做想足侪撇步要甲别人交流，其实嘛毋免安尼，就是讲自在上难得，毋免讲看别人拢安尼，拢做顶司，看别人拢趁大钱，就想讲我即马无互人牵绳嘛，无趁大钱，就是我即马有问题我即马做诶佫无够，无就是讲，有小人有人伫暗中甲我阻挡。毋过咱会当换一个想法，想讲
为安怎逐个拢爱行同一条路，敢有别条路吼？毋免逐个拢去争同一条路，因为咱成长的过程，逐个拢看着一条剧本，逐个拢去追求。无人想讲，其实会当莫甲别人共款，若家己会自在，对。所以讲，即摆人拢愈来愈共款啊。因为逐个拢想讲，甲别人共款较是成功的道路，就是生存的方式。毋过，我看其实嘛毋免安尼啦，其实唯一的阻碍就是家己，若家己会当好好啊，伫想法做一寡改变吼。亲像讲，若逐工拢咧怨叹，想讲哪会无人看着啥物人对我都有偏见，我偌拍拼，也无就逐工咧计算，讲这菜鸟啊，到时伊拣一个好做诶，到时逐个拢看着伊诶表现，逐个拢去烦恼这，真毋值啦，真正毋值吼。所以讲，就是平常心，而且即个会当家己去改变家己诶情绪思想是较要紧诶，即个能力足要紧。毋过逐个拢抓准是讲互人牵绳诶能力、语言诶能力，拢去看着这，阁有运气，才会济人拢去报运啊。其实咱无想讲咱诶思想，咱诶对情绪诶智觉，其实迄是爱好好修炼诶能力，即个无形虽讲是无形，毋过影响咱一生。我即摆就豆豆去甲即个能力找转来，毋是逐工拢伫想讲我失去偌济，我无够偌济，是讲这其实就甲讲台语学台语共款。我伫学台语诶时阵，讲台语啊，无讲啊诚好势，我着诚怨叹，讲我无够好，我无够阁差足济，安怎阁安怎？所以讲，咱即马诶想法，就是我还袂成功，我离即个互人牵绳，我离即个画技偌济阁偌济是偌远，拢是用共款诶理路去想。毋过若换一个角度，台语互我豆豆捡转来，会当捡偌济就是偌济，而且真有才调，就是我甲台语讲转来即个经验，我做啥物努力，我学偌济物件，是即个物件互我快乐。咱即马若讲，生活中有足济代志。若咱拢无法度去想讲，我有安怎会安尼想，就讲奇怪，逐个会去抱怨啊，会去埋怨，会去比较，会去烦恼，这毋是足世上诶，就变做咱就想讲这足世上啊，会足气啊，讲哪会互我，哪会我做甲要死，互人嫌甲流烂。我足衰，我哪会做即个物件拄啊好，拄着问题，别人足好运诶，哪有人无做啥就安怎踏着时机？咱其实拢抓准讲，这种想法拢足正常诶，无想过讲咱会使转换家己诶想法，互家己较有深度诶，就是变做讲。逐个去争一个位，即个位置就是就迄个位尔，而且是啥物人去坐，其实就是爱讲甲大众较会欣赏的迄种，就是一种人尔，就甲别人共款，甲即个主流去想要爱的形象，
共款。那你若坐即个位，当然你就毋是你家己，你就是迄个欣赏的人。啊，毋过大家拢无想讲即个深度，就是我对家己家己的情绪、家己的理路即种深度，会当安怎愈来愈家捡转来啊，因为即能力足要紧的呢。若即个思想有好法找着家己快乐的方式，毋是讲替互人学乐，替互人牵绳，替互人加话记，较会欢喜。若无就是生气。亲像讲，即个新闻有讲，即个张扬即间集团，啊有诶人旧年领30个月，啊有诶人变面是共集团，我嘛无比伊较差，嘛无比伊较笨蛋，我哪会差遐济？我干若一个月尔，就会生气，就会足气，讲早知影着安怎？即种情绪，咱若讲拢无去做改变，就变若拄着好代志就欢喜甲，啊拄着即种无法度控制的代志就气甲，就变做讲咱是互即个命运、即个环境去控制。咱若今仔会当讲就是思想上大，家己安怎想较是上大，因为咱会当控制。毋过你若讲旧年将近几个月，这真正无法度控制，敢毋是咧？就是安尼。